香港餐飲展同亞洲零售論壇暨博覽會即日起連3日喺會展舉行，展出唔同嘅餐飲產品同埋零售方案。呢一間展商就主打餐飲人工智能，提升營運效率。例如呢一部炒餸機，附有模擬人手翻炒等多種功能。一般嚟講，根本而家可能話好多時喺樓面啦，都未必有足夠嘅人手。咁主要就係喺呢個嘅位置咧，已經去補充翻呢啲唔足夠人手嘅崗位喺入面咯。即係國內好明顯嗰個應用範疇好廣泛啦。呢啲創新營運系統都可以喺香港餐飲展與亞洲零售論壇暨博覽會上睇到。嚟到參展或者嚟到參觀呢，都係一班高消費嘅客戶嚟嘅。曾經試過有客戶喺展覽會裏面呢，攞到唔同嘅客戶，做到好大嘅生意。其實佢哋真係要請多啲人去到幫佢哋間公司做。咁所以展覽業其實唔係單單呢幾日，其實展覽之後嗰個效應、協同效應、一個連鎖嘅效應，其實係帶動到成個業界、成個香港。主辦方又期望本港長遠可以多舉辦呢一類型嘅商貿展覽，吸引更多高端商貿客訪港，促進本港經濟。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